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鼓遍满了宇宙中。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想到神竟远才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是高雄机场过的那。第二批。哎，第二批。这个阿公，这里澳门过的那，还不错。Karena di Oman, ini mà ta lại họ tu sửa nanti ni, karena chỉ cho tu sửa tu happy kerajaan Ayuran pas, sampai hari ni. Ni Oman akhir cuci ni. 这像什么房子？这个都是住宅哦，住宅，很多住宅区，很多住宅。从北关，从你那边，这里出海马路。澳门那边不是不一样。哦。makanya punya haus sekarang ini kirinya sana saya kata. ini malah nak ini. 사실은 나가 사실은 지휘 그. betul. Ni laka tora maci.那也是刚好运嘛，找你一个宝宝过来嘛，营养嘛。今天在国里说了你呢？tadi ayam dia来。考虑3天了。不用考虑3天了。第2天。小儿科了，所以。Bahaya santin ini. Anak kelapen samin unanum. Si nanumai nga samar sa. Maala ko patingi lah. Puting, ogang.沙虾9块1斤，你看那条木哎，tadi ya, mana aku tanya ini kuirin, lo pada tak libung. Aku kau hantar kau ni hantar ya. Ay, kami ini tamina. Marah tu kena malam saya tu saya pun, ay, saya tu yo,
包仔这个你真知识。对呀。干嘛玩的？啊。哦，我咋？正在这里面啊。这边漂亮，一啦。啊，你来，看。没关系啦。看辉哥的。整桌上都是我呢，哎呦，不要脸！安第二步要出来啊！后面，站在后面来。小心啊，把他赶过。呀，没来过来呀！哎，叫他们真的到后面去唱啊，比较有风景好看。越走越远，越走长。追你找你，追你找你，越说紧张，越发温暖，追你找你。如此蓝，走进。
寿蟹啊，我哋啲呢，呢只羊寿蟹。哦，多半的今年，就多半少今年来，我个人没多吃。有啦，多准备。在洞口比较凉快，在岩洞里面呢就会越走越热。在岩洞上最近。哎，今天我们两边了，银子岩进去这个洞。这些因为什么效果？一个八十度改成这个岩的，大家难得跟大家见面呀。这个岩洞是。长老三绝叫唱歌前面呢到天热门哈。好，走到这里呢，大家不妨看一下右上方，大家看一下。好，你看这把就是开启先热门的金钥匙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拿好这个钥匙去开门了，去开门了。哦，这边看到这多钟乳石哦，很漂亮哦。那个。对，哪有啊？对，刚才我们去的这个洞口啊，这座山，然后这就是刚才我们进去的门口。上那个黄糖沾清水哈，这样子吃，然后呢还要趁热来夹它。你放冷的话结在一起就摇哈。车子也是摇了，可能路比较不平了啊。叫做北方话了，国语呢叫做鼻奇啊，台湾话可能叫做憋急。哦，有没有人要买花花？还要买花花。这种风雨岩呐。哇，坐好车了，坐大夜车了，知道吗？我也在这。那么难为啊，我也是跟他给下掉。来，带好行李。Kata nila, Pudasani, Mikuhawa, Jumusan. Milacita. Bala, onum Jumusa, mi pakasanga kila. Hai saya mo, mi tu kakaing, tak satu satu. Ya, laklok, teng ada kapaki. Uluma ko ni, saya tu kalau pagi, pati kulit, uluma tegalalan kira. Lasi saya kami balik kelun. Agak cien contoh lah. Sebenarnya kaki ini sudah tuh cemil mana pakaian dia sandi kau kira. Jumpai terus ada itu. Orang bisa hati dia. Pokoknya hati dia. Pakai nama Cia。那个正当到那个休息室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那个小姐，卖那个贩卖那个小姐，好多小姐，她手上就拿那个什么那个项什么项链子啊，我像那个跟进去的出来，对，就送做纪念的。后来走最快了啊！那很早就下来了嘛。对啊，陈长道也带啊，我想说传道也带我给他听你说呢？哎呀，不如还没杀青看那个的。张宇啊。那么这里呢，就是福叶城的中央，叫做宝塔王国，在这里就聚集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雷峰塔啊！雷峰塔。哦。您看准您的新娘子到底是哪位？您的情歌唱得好了，那么眼力如何呢？待会就请你们上场来找出自己的新娘子了。连就连，哥哥同美定百年。好，下面有请新郎官上场来找出自己的新娘子。拜堂成亲的好时光了，那么我作为主持人就没有这权利来为几对新人主持婚礼。接下来。下头巴特利tentang dong, suatu kira nak sesio. Nasari paan kita itu kaku utawa di tingkat karya kita
kapapawaan lumita sa katitay utusya lumita awak usamul awak pararuman kahimiran kais lumita kami kawas to kami nilai kami akan yak unang puri orang rakatan orang pas satu suatu kesamaan para kata ujian kata para kata kesamaan tuh dibawa yang kita 现在在这个贵宾楼啊，咱们现在这里啊，不是行。不要每个都拍嘛，拍几张，拍一张，其他的说话给大家就好了。好啦，既然主人唱第一首歌，那第二首歌你们说交给谁呢？ 你好，我能你了，感想我你的国马结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的尼兰诺，巴拉拉多拉兰诺。 Salo apano bisa ini jojiga ko padai yes 谢谢好 Hamakanida kuama yes Hamakanida kuam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makanida kuam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makanida kuama Para kata Yesus Para pengen kakak sari jalan Siayawan kata Hamirohon Kakak sari kakak toreng desa Oji jika doa kaci bilangan Iwa kakurete Ichiwa harakeshi Yokosu ikani to Omoi to azara Wakashi Tomoni して寂しきに甘えkita saling kau di dunia sekarang Romi atau saya Katakan senang otalio Opono satu panah Direkatai Yesus Papias tohatai 哦。 のかきれにそのため戦えおじせのかもれな我
哪里？我只是那大罗的娃，我的人我的莫那人。要把它拍下来。当我们比比到来，怀心心有万载，能多红爱爱困我，谁看你可错拢不定，我唔忘跳的天。虽然心起不息，树叶化作困惑，谁看你可错拢不定，我忘跳的天。这种心就记忆换回。为把 QQ 做夜苗，为民悲哀，临甘在呀出家里，好那亲就老的家里，为把 QQ 做夜苗，为民悲。你那西路平安，心怀呀先穷的，宽恕他的就看你。快点来，到前面去。那个没关系，给他慢点子，等一下就唱完了就归位。你到前面去走，跟那个室内。谢谢。站，拿近一点。靠近点了。Agalan you
我不行哎，小姐帮忙照一下。OK， 来，小姐给他。尽量往后。看在这里吧，来1、2。好的，再来。好棒。别紧。你是姚家姑娘哦？啊，来。啊，这苗族姑娘啊。美玲的，好么子。啊，台湾组了，台湾组啊。等一下。来接应一下啊，哎，1、2、3 ，OK。马爸爸。啊，这边是福坡山。节奏不错，这个定障要，你应该上去了，可以去拍一下。好，福坡山。哦，爬到这上面啦，看漓江的景点哦。就是四件石、黄竹仙、千佛岩、茶叶、茶花叶。说法下，就是道下，这个是阿弥陀佛，右边就是观音菩萨，左边大师。那个福波将军一剑把那个石头砍断了，就这个石头叫世界石，也叫方圆石。我带过来，等等，听过。在这里。慢点，张哥，北藏，啊，安哥满载，第一名，我你，哦，啥高昂哎，哈多那，你马进哦，贵哩，你，啊，耶啦，多过山，马上来多龟山，这个好像龟山一样，你好。好，然后大六看过那么去，对呢。哦，你什么公啊？是都跟你辉哥，哇，对那个那样那边，啥时候对你辉哥三过了？这几名？啊，我，人呢到底？阿弟你打完了是吧？打完。阿弟呢？都我说跟你说对呀，到天国的。阿弟你都我说跟你说。啊，阿弟都我说在天国。那么呢？阿弟你都我说跟你说。啊，阿弟呢？大六讲过那，马进到桂林的呢。泡汤啊都行啊。它是什么样的？那个啊。这红林子，这黑林子。这个。这天气花，这种天气花，哎。天气的花啊，这是天气。止痛的啊。长老被修理了。长老修理了。你在笑是什么？哦。下岗啊，厦门啊，叫个下岗的呢。啊，不离天呢，算你啊，他天呢，叫个rakat。啊，叫个等个rakat。伊拉去阿罗那边来面怎么卖？王慧龙弟兄啊，长乐教会的啊，王慧龙弟兄啊。啊，我们见大教会来了。哎，阿丽丽啊！
真对非常的感谢。他们在做事上是无知的，因为属定力是无敌的，而且小孩子他非常的谦卑，而且虽然这样非常的谦卑，他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多久，一来他这个世界他不多酷，他对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也对世界所有力量充满了好奇。小孩子是最喜欢请教的人，虽然这样最爱轻考的答案，常常会听到小孩子问，来形容一下你虽然你哪？这是什么？我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安妮？所以小孩子呢是最好奇、最有求知欲的这些人，所以虽然这样就是最好奇、最有诱敌又是混搭。用光家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用家喜，是我们不再做了小孩子。高山族啊，高山族，我们有55组里面的少数民族的高山族，高山族里面还有很多小族的阿美族啊，台湾里面有9族，当中看着介绍过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高山族阿美族来唱阿美族诗歌，所以在这里唱几首。那我们接着来节目到前面看。是个。
给我们面对好不好？旁边可以上。我再介绍上个弟兄道理上面可以吗？因为从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来证实我们所拜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稣是让我们应该敬重他的。咱所敬拜这位耶稣，是值得咱来敬重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启示录19章第6节。启示录19章第6节。启示录第19章第6节。启示录19章第6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的。那这段经节，下面这段经文，那小弟有这样的一种分享。我有一款的分享。来到马来西亚还有沙巴的地方。来到这个沙巴这个所在。那个教会叫做第5村。这个教会叫做第5村。那个村庄呢，是沙巴内陆的一个教会。这个村庄是沙巴内陆的一个教会。那次的一个祷告。天麦知道提到。感受到真的神的这种恩典我感受到神。讲几句感谢的话。哈利路亚。交流的见证。从这所信仰讲几句感谢话，以及我所要做的见证。首先来感谢我们天父耶稣基督的恩惠。首先感谢天父耶稣基督的恩惠。使我们的行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非常的顺利，平安到达厦门教会。我们知道的行程会通蒙主耶稣的祝福带领，平安来到厦门教会。我今天从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我为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今仔日。可以讲说是今天我站在讲桌这个地方是
幸福是最多的一次。可以讲，我今仔日徛在讲台前，是我看见的信耶稣人最多的一道。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你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心内真感动。也更感谢我们天父耶稣基督的恩惠。更感谢咱天父耶稣基督的恩惠。弟兄给咱带来真好的天气。更多的阐述了他们的这个对神的一些体会。伊更加多讲到是因对神的体会。从圣经里面引证他们对神的体会。因为圣经内面引证因对神的体会。非常的好。非常的美好。我们本来以为说是有说一些具体的见证。我们本来是准备是讲伊讲一寡真具体的见证。其实，这种体会更为宝贵。其实这款的体会是真宝贵。因为，这个见证只是一种表征啦。见证只是一款表情啦。真理的道，真理的道更为宝贵。那个是真实宝贵。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们内中还有一位90岁的长者。因内面了一位96岁的长者。神给他非常健康的身体。神给伊真健康的身躯。能够来到我们祖国大陆。会通来到咱祖国大陆。因为他年纪大了。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不会说国语啊。伊袂晓讲普通话。只能说他本地话。伊只会晓讲因迄个本地话。那要翻译起来比较不方便。如果翻译起来，可能看到袂清楚。能不能请你站着给他看一下？你看下，我来看嘛。太高了。圣殿中，神子齐声颂扬，宝座上金灯台永放永光芒哈，哈利路亚！你搞搞咩？我哋呢，好，大家弄，今日大家东府考下叫解，3日會好3日會好3日好叫解都。Kata ni na meron kay tani tana cukai. Kena saya agak. Ini anak ini 你们也要上去啊！Visiter lah, ketemu no. 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的中国教会堂有机会来接待传道来的弟兄姐妹，这是人给我们的机会啊，跟你啊。这个他这些就是这边的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姐妹，知道大家来。今天是没有机会的，知道大家来。在弟兄，真弟兄，来看望大家的。介绍一下。
到1990年这个开办。这边是1992年开始开办教会。靠着圣灵跟吧。我们靠着圣灵的权柄。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家里的同心。弟兄姐妹的同心。这个一片区有必定有重要。这一带的片区有8个神迹骑士随着我们教会。你说这个教会里啊，这个整个是魔力教，这个黄金地。还有一个叫梅兰姐妹，她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她为了超级红应该是这样。从她生病到后来被治好，有3到5年的时间。都不办他。一个是头婚教会，头婚。来，哈利路亚！你要好的啦，互动啊呀，就干什么干？谢谢。很彩啊！请点一下。那就是。也越来越多的人呢，对这个信仰方面一种追求。那政府呢，政策也是信仰自由了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你们看到这些房子就知道，现在大家的生活哈，可以说生活水准啊，各方面都在提升。圣歌，啊！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主啊，赦免我，不是接受我破碎的心灵，再给我一个机会。对。Sampai ini ko dengan ini. Ini. Oh, ini. Oke ko pintam lono sina tergagak.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金火血，主也掉丢弃光辉，为我救救主也妙，为免悲哀，应当在亚洲家里，我请求老别条条里，为我救救主也妙，为免悲哀，你那心我平安，心怀那些兄弟，望子家难求看你。我们一起唱歌哈，在耶稣里的唱。在耶稣里，我们一起在耶稣里，我们一起在耶稣里，我们一起。静下。没有。没有。这边呢？没事，我带那个名字做刚刚那个。你们。来。Tina ko pe patuloy na tina sa ka.哈利路亚！那我们晚上见啊！晚上见，晚上见，晚上见啊！晚上见，好，好，晚上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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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他们有的毕业了，马上要回去。回去，我说。不要是，你好。这段的不错，这段的不错。平安再见。平安。那么多呢，就该三个你，三家的，他们，来，三大大来。今年呢，三教会啦，欢迎，喂，来，三教会来。知道吧？好，来。呀，进来了。是用海报这个字还是黑板？好，在这个主要布阵。那还有哈，我们三山教会的负责这个婚事田。婚事田啊，这是我们这边的教务部长。教务长。那么后面这个邱会员执事啊，那边的王金平执事他们是一对啊，还有这个王静公公，他现在也是专职，是他王金平执事的孩子。后面还有这个。
顺啊，国顺理工，还有这个这两栋。啊，别那么。还有后面我看集体起来，好不好？团体都起来，这些有的都是年轻的同工，有的都叫教员。啊，教员呢？好，谢谢。我中国大陆传到台湾的。跟你台湾考虑民国9年26日。这个高山组。那以前我们对这个宗教都一点都不了解。有关灵魂的问题呢，我们都不是这么的重视。即使对有关信仰的问题，我想我们根本是不了解的。我们只知道说，在世界就是这么如此。知道这个信仰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到天国去。Ini san-san laki okai. Ini ko pilih teman demi lah, mapolong mi pasasing. Ini san-san gokat izini mi kendo shikai tanah kaito ini. 这个是完成了。哦，我拿了。来，这个是我父亲。父亲哈，哎，哦，感谢主呢。来，你们混点数。好。老板呢的按签品指示，指示呢在那边感谢主，拜公了老板，哎，感谢这边就是三山教会了啊，我们已经要离开，三山教会就前面是这样子啊，哦，这么高高又辉煌，那个先。好了，我们用爬得出去了。阿姨的了，阿姨的了，很会啊。哦。就上到前面，哎，好，平安再见啊！平安。你们总在啊！你们那里好。OK， 吃饭了。没这边慢慢开。好，先不要关机。哈利路亚！我们大家都看祖国早日的和平统一啊！你们就不要绕那么远的路了，坐船过来就可以了。很近啊！我们都是同胞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耶稣能够带领使因为我们在主里就是一家人。我们从我们的血肉，从我们的骨肉来讲，我们都是骨肉同胞我们真的是很盼望就是主耶稣带领有一天呢早日能够海峡两岸，我们能够越走越近，之间可能坐船就几个小时。如果从平潭从莆田再过去非常的近。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这里有诗颂晚会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请你们来那个能够，我刚才说了，你们虽然不是一个教会里面有组织的诗班，但是大家听了以后感到怎么样？相辅相成。
果他们这个正规的诗班过来啊，那跟今天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很盼望主耶稣带领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互相的这样子更多的交流。那么这种我相信主耶稣会带领我们的。我们要祷告，求主耶稣继续带领他们前面要走的路程，是无论是旅游观光，还是主类的使人团契都能够蒙主的祝福一切的尽都平安顺利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感谢主。说也可以，A 也可以，A 雷山水，A 雷山水，O 雷，跟广东差不多近嘛。吃饱对啊，吃饱。吃饱了，吃饱了。吃饱。吃饱。吃饱。不然的话，直接说吃饱。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话叫做亚麻，普通人他讲话不气会出去。对，要进到梅花教会，长乐县的梅花教会。梅花教会啊。大门口梅奈岁寒基督义，花开结果耶稣恩好了喂，哈利路亚！今天那个今天那个转让几加油，对。结果呢，大家都觉得我们看。Oh
那早饭呢，都是好诶。啊，加油，公安，把干没？举手，加油，举手，哪个是加油？举手啊，加油！你要举手啊！啊，那个加油过年，kira Taiwan apa sih gini gini nih? Jayo kami kelilai, jayo anak-anak gini nih. 好，基本上是这样啊啊啊，什么？陈杰啊，好的啊，好，对对。好吗？好，15分钟时间。我们还约好了，还有一个教会，大家去看啊。那本来我们因为刚才在后期耽误了一点时间，本来我们时间应该是足够的。主要是你们。因为我们还有下午。ini ya tahu ya ini. 啊，这边是长乐寺梅花教会啊，梅花教会，你啊，梅花教会。全部都进来了。好，全部都进来了。上面是有没关系？没关系了。我就một tuần của đằng ngoài tàu. Halo,啊，梅参，梅花，哎。现在换你做导游了。不要换这个，好，谢谢啊。再见。哦，别。喜在，情在，永在。再来。富山教会，富山啊，就该你。富山啊，教会，负责人，教会负责人，是啊，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啊，这是买，啊，下次在这边干，买的哈，是买多少？这里可能要6、7万锭。哦，这样子哈。我们人民币哈，要6、7万元。6、7万哈，这样这是比很好。这是富山，我也。Ini pusat kyokai. Tadi oh cukui kena kau liang kami kelibatan pusat. 已经又进入到这个旁边这样一块很大的地啊，那么。希望下一次哈，大家能够有机会再回乡啊，这个探亲，或者说再来旅游观光的时候，因为如果从福州出去呢，一定是要到长乐机场。陈信明执事啊，这老执事他是医师退休的，那么他一直在这个行医的这个。挤出时间啊，帮助教会啊，很忠心的老前辈我们是一家人。passion natin abe pati dengan fusan akio kaya kena sala di ni aku kakahat mera tene tu mera mame kuna salega kaya tini asa sing
Ini guna kata le lah. Nana ya Vasio. Oh. Ini tu na kata no Indonesia. Ini. Oh.这个呀，秀山教会，现在我们来到秀山教会。在呀，没在。对呀。哦，秀山教会，你好。对。福州秀山教会。福州的秀山。这个哇，很靠近。故地重游看到。对。来，看到你是故地重游啊？是的，想到这里非常的高兴，回家的感觉。1999是丰富多彩的团契生活。这会堂是120平左右的。现在呢，这个聚会是的几乎是满的。那在那个云里这个成功专制的，专制承包的，是我们这边教会的教务。点头下，那这个私立婚姻姐妹是我们的总部，施舍的是对，室内分对，室内分的。他们这秀山教会个呢。这边是秀山堂。秀山堂这边，你在干不？这个大根堂，民国7年，大放过。Kalau nak kau kan minta ini kau pin minggu kalau kuning, ya kau kan minta minggu nana ni, tengah ini, minggu nak kau kan ini kau pi pacil ni tiap, ini tu kau saya kata, ini kau pando nanti ni, kena pando, apa? Dengan Yesus Kristus, tu bahawa patungnya nak tada ini Taiwan asal kakak turakat no dikiri lalu tindosia. Omikrilah tinto siya awe kuna si ya ubun-ubun hadalay suntok si ya singkak si ya kinci atur hanya matunya likaritung niya ma si Lisiama saka una sora ko na hati niya hawa saya kuhay ko niya nakiukay ising kyohya ko tiyunananing hananay hawa mingko kulukunin Tumirang ko na itinay taro kyokay kaya siya hati ni hawa ko patay ni no itin ni iya sama takop ako niya ni patiringan sa aya o ito tatuorin taawina no kyokay sana kita na ko niya pating ni ipasawari handa ko piya sa poto na nairahak pikining si kupo ko no ni iya sama to itinay taro itinay Taiwan natulong hawa no kalatsay no ni ka Itu rita iya samaan. Hati dia cakap panukan wang tulong yaw ni iya sama. Haleluya. Amin. Tani aku ini tentu saya kayak ini
水果，把它怎么那啥来干？刚才说12个，然后开了几天布道会之后，又受洗93年，然后呢，就是短几天时间呢，福州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当时大部分的信徒从安息日会归入到真教会，好像过多马长老也是安息日会，他们当时主要是安息日会的主要一个功能，他们归真以后啊，所以在福州呢就很快的这个发展起来。那么这座教堂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得到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准确，就说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建的。那么当时福建省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当时福州这边呢，它也是我们福州教会这个主要同工开务的总务组的。因为福州是一个大教会总务有2个是吗？那这位叫做陈铁元传道，专职传道他是我们的福州教会的教务负责。你别那么那。我们执事呢今天有事现在，当时他中午就挂电话问候大家了叫我要带问候大家。那他们刚好这个有事，他就是我们长老的弟媳他的他是这个年间的，刚好这一次他可能刚好来福州办事情，知道大家来了，也来看望大家。这个要张大家知道了也是福州教会的这个昂爱，以前你们座谈会那天那个啥来个在这里座谈会。这个要拆掉就没有，这最后一次的可以看到的会堂，以后就要被拆掉了。这都是用木头，地板也是用木头。传道在这里说明，在这里分享。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都结。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时刻，管它。世人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群众最让人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那么第一轮介绍已经结束了。找不到你自己。
没有没有，等一下。哎，对了。张坡传道的爸爸，哎，张爸爸，哎，张传道爸爸哈，好，感谢。哦，现在离开大根堂了，这个旧地址大根路13号啊。后来改成为34。陈家就来了，太好了。好。根路，这个大根路教堂，进来。对，好。
演出到此结束，欢迎您和我们的演员合影留念，请携带好自己随身物品，依次离场。欢迎您再次光临人民新园。这个也近哦。中国城。哎呀，平安再见啦！这么多个到位啊！明天民众街台湾的，malah itu mah ayah. Ya cino pinggir so hangga ko ama nama tawanin ko. Hai. Mama ko pa sa namo tani mi salama. Mama ko pa sa namo minum kai. Hai. 谢谢，我们走。好，平安。好，平安。好，Hai. Tini ko ni Kaputumas Jolo sa Peswan sa Kaputumas ko Taiwan. Ang tinto naman ko rin isip hatiray saka happy tadao ni pararanay ito paro sa ita sabi sa amis sabi sa kakine aruna pura pinacatan akitakit di ba na tayo ni awak sa anay na sa kararaw pura Indiso misyon no Chihachuku di paratsta yan no sili ko di kahaan no demak nomita sa Prachipuro tura episo ma sa rumah ay tuno ama kita sa kararaw falak bera talira tulukopi makoy sa kapana ada sa saka ikidenta falo sa ita minukay katuor kita panano taro ni hanako hawi hiako ciulimang pura mapaino ay ucao ka paino an cao ka pichumos itinito na hatine facho sa mata kuno nira icer bisa kero sa orang mafaka yan ya kan kan ayo kan megang suwe dai antunan Karena ada lo dia dah, kita ke pipiayan, piano cari sini. Ano ini pun ini. Ini kaya hano na hotel, sana 准备上车。去一下离你白莲洞。这呢百年公园这下面的口琴演奏啊，变那个被演奏独奏里面了。
谢谢谢谢谢谢。啊，珠海的标志，他手上一个珠，啊，珍珠，珠海的标志，ini mami ni kena saya kakak mau lah ini nang kena ya 标志 ini珠海我们两个对吗？我们两个。一下啊，这条路啊，是我们国民政府修建的啊，不是共产党修建的。国民政府为什么要修这条路呢？因为这条路呢是直通我们国父出生的地方。好。打扰，彩色，哎，你跑到mana Kelang？好啊，先来看看啊，大家来这边啊。这棵是什么树？大家知道吗？你们台湾人好多都会说是凤凰树，是不是？不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凤凰树，我就不清楚了。不是。这棵树叫什么树呢？叫栓子树啊。哦。栓子的英文名字叫 Tamarind tree。这个树呢是1883年国父从檀香山从美国带回来的，种在这里了啊，种在这里以后长。什么叫台风？大家知道吗？就是台湾挂了个风，叫台风。现在都今年到那中山陵前景，我今年，大家慢慢去过关，你。最后他们你，你关过你。aku ini dia lah tak kawang tak tangan cukup ini世纪表呢国父ini 1986年的大棒福镇这里啦对啦tumis makan aku ini Pina itu kong minum makan nila, na muncul nanti ni, makan aku ni, tayaran nila aku ni, roli kisi nila aku ni. Tak, tanggal saat ini ke ada nila, patai, ada ni. 因为对着哪里国父你，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孙之者，孽之亡。那边比较好。我们那个什么国父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孙中山先生亲属以后代啊。阿妈，为哪里国父呢？Tadi kakak aku nih. Sun Miao Sai, 孙秋吉，孙科，哎啦，
春晚，哦。哦，吊光嗰呢 ，pistol， 太好啦嗰呢，中山，保險橋啦嗰呢，乒乓桌，哦，都嘅啦嗰呢。也去看球吊嗰呢，哦。Dia ini orang kuning ini, ya saya orang kuning mak belian paloma, sekilang ada tintin ini, ya orang kilang tambah kayak lah, tahu kuning ini, oh, paruh itu kuning apian, sang anak kuning ini. 现在我们去红北口岸商场，这是地下街哦。地下街，买鞋子的，卖手机的，卖衣服的，全棉的、棉质的衣服。啊？再买糖装，再买糖果。免烫衣服，买模特的衣服啊，买衣服，哇，80块。望远镜，买望远镜。Harating na ako sa kalimtaan, pinakalas kita natin serang salamay sa osi, kita na ako berahirai, kira tangay ang sikiling kita, ini rumah kita, ini juga kita, kemudian sama na ako kita natin ini bawa nu kawas birnu kaya sa kita tu ini okyo kaya ako anu mama na ako kaya ito ang mabalit. Hadira pun hati utatay-tayan sa mantak piparis itu tatsiyaw kaya ito ako hararaw tumaturanan mana marama ko asal hati niya ako nina mita at tatsiyaw binangan nini uno 5 at tatsiyaw haran ako tsaka nga ay arwanan tsaka nga ay parahanan ano sama anay ko anong hati ako asal na harus kaya ko rin ano irai ko nini ko tsaka sanang isa harap na sa suano na hamada sa nakan kita ko niranan sana ko nida sama na kawai pura hasik ini kita na ano irai ko nini ko tsaka sanang isa harap na sa suano na hamada sa nakan kita ko niranan sana ko nida sama na kawai pura hasik ini kita na hati ni所造一切奇妙大国，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远才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
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称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